好来继续来看这张图片，伫咧网络顶传真久咯，讲台湾的麭掺面粉改良剂会伤肝致癌。这是5年前的新闻咯，当时是因为欧盟禁用面粉改良剂，但是台湾无禁。当时各大媒体拢有报道，到即卖过几啊年咯，这个面粉改良剂到底有安全无？来看拍假特工队。 时间一到，拍开烘箱，真香。这个面包香是真侪人逐工会食的物件，也毋过有各种的消息，安尼传来传去，有消费者对着香伤冷的原因会惊。这个面粉里头的添加物、化学添加物呢，其实是对人体有害的，但是恐怕会诱发气喘、伤肝，甚至可能致癌。2014年的新闻曾经被不断转传，说吃了面包里头含有的改良剂会伤肝致癌，真的如此吗？消息传出，引发消费者恐慌，难道我们台湾面包不能吃了吗？口感比较好，然后延长了保持期限，也合理的。